长得倒是有几分相似，怪不得生了一副跟某人相似的刚硬脾气。小仙钟离，来自昆仑山。小仙夏辉，来自山州岛鹤族。小仙目光，来自天慈山金龙一族。是金龙一族的。目光灵力强劲，天赋异禀，在下届比赛中取得了第一，且修炼金龙族的安神术。我觉得由目光辅佐上古最为合适。小妖古君，来自渊灵沼泽蛟龙一族。蛮荒之地，怎么还请人上呢？我神界天择日是何等的庄重，若是下界凑不足4人，直接禀报便是，怎么送上来个低等妖兽？雪神这话，可是在众仙族，轻妖族。小神不敢。小妖听说，神界除了4位真神，其余诸神各司其职，一视同仁。若小妖我身份低微，那不知这位女君在神界又算什么？若神界是以地域区分我下界高低贵贱，那么这神界，小妖不进便是。放肆！你小子倒是有几分骨气。走上前来，让本君瞧瞧。长得倒是有几分相似，怪不得生了一副跟某人相似的刚硬脾气。志阳，这小子脾气秉性正合我意，其他弟子你们随意挑选，他日后便是我朝圣殿的弟子。你说了算。古君拜见师尊。不可，白绝神尊，怎可掌管朝圣殿之事？此事还需上古殿下自行选择。是白绝神尊选弟子，还是我朝圣殿选弟子？下界早就议论，说吴焕伺候在小殿下身侧，所以才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。恐怕这次收古君为徒，也是看脸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侮辱我可以，但不许侮辱我师尊。你一个下等妖兽，又能拿我如何？今日低微，明日亦可以变强大。神生漫长，未来的成就谁又能说得准呢？雪神，我以古君师尊之名，与你缔结战约，1个月之后，你们2个比试。本君承诺，如若古君战败，我便即刻前往九幽，除非炼制混沌之力大成，可接掌主神令宇，否则我便再也不回神界。如若雪神输了，你可舍得神界的繁华，从此离开神界？那便一言为定。